欢喜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这是劳动部上新的统计，因为疫情，迄无薪假的公司增加到1883间，是金融海啸以来的历史新高。劳动部嘛来推出着劳工生活补贴的计划，针对投保的薪水，伫个2万4以上、34800以下在职劳工，若是5月，也即是6月的薪水比4月减2成以上者，都会当领1万块的生活补助。继续维持3级的警戒，真侪人拢真无奈放无薪假。劳动部统计实施无薪假的公司增加到1883间，是顶摆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史新高。总共有22133个人放无薪假，其中饭店、餐饮业就有9331个人，一礼拜就增加超过1倍。不应该出现那种很群聚性的这样的一个消费。二来是说，大家在心态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防备哦。所以不管它叫微解封或解封，想必未来几个月类似这样的情形，它不会一下子就消失。不过政府宣布要未解封，对餐饮业者来讲嘛，看到一个希望。劳动部嘛加码推出受雇劳工生活补贴计划，发给一次性的生活补贴1万元。那这项生活补贴将在7月12号开始分2阶段受理网站申请。这是今年4月30号已经参加就业保险，月投保的薪水伫24000块以上、34800块以下。5月份或者是6月份的薪水和4月份相比，减少20%以上的劳工，就会使申请生活补贴1万块。我们也是用比较简便的方式。劳工可能会提出他的薪水条，有薪资袋。那如果有一些的话，劳工可以提他的转账记录。只甲相关的证明翕相传到申请的网站，劳动部尽可能甲认定放较松的，希望会使用上紧的速度来帮助受影响的劳工渡过困难。